廣告機操作方法，設定為單機播放功能，可以選擇單屏幕或者分割成多個屏幕。分割畫面模板，共有18種模板可供選擇，分割成最多係4個板塊。喺開始使用之前，將 USB 先做一次格式化步驟，格式化之後，再將 USB 插入廣告機，係跟目錄之下會自動生成7個檔案，再將需要播放嘅視頻由電腦轉傳到 USB 螢幕1。注意，視頻只能轉傳到螢幕1供播放。之後只需要將 USB 插入廣告機，就可以自動灌入播放節目，完成上載之後掹出 USB 可多機使用。